華佗醫師，我呢度好痛啊！痛要從3個角度睇：部位、性質、時間、關節同肌肉又紅又光，係局部損傷。心臟着起紅光，向左肩同手臂伸延；膽囊着起伸延到右肩背，內臟頸部位置會走位。痛嘅地方未必係病源頭，要小心投射痛。氣球被吹脹，脹痛氣滯。支針篤子公仔形容等於刺痛血瘀。冰箱冚住全身，火爐埋身慢慢暖返，等於形容冷痛寒症。冰袋一陣噴出白煙，等於形容灼痛熱症。朝早伸懶腰時，膝頭哥硬繃繃，係發炎活躍期。夜晚瞓覺轉身悟空，需警惕。時間係診斷線索，朝早同夜晚唔同，病機都各異，三者結合，醫師就能更快揾到病源。嚴重就立刻就醫。想了解更多資訊，歡迎留言俾我哋。下次華佗祖師再同大家分享唔同痛症。